老板，老样子，2份麻吉烧，谢谢。哎，今天蛮饿的，还有什么？好，等我一下。老板，那个麻吉烧帮我改1份，然后再加1杯红茶，然后帮我送一下菜单。怎么不接？没事吧？我们大家去走走，好吧？当然好啊，你想去哪？离开这里，哪里都好。好。来麻吉烧跟红茶哦。谢谢。谢谢。这要趁热吃才好吃。对。这里。今天早餐你都吃了吗？嗯，那你可以听我解释吗？没什么好解释的吧？反正一定是我自作多情了啦。你不要自己解读啦！我不是传很多讯息给你吗？我都删了。删了。嗯，看都没看就删了。对。现在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干嘛？最想说的话，交给月光的天亮。选择你早就想要有以后。重心就要往哪里去 OK， 好来啊，酱是哪一脚？酱的。看你习惯的。好。准备好了吗？来哦，1、2、3，嘿，小心，小心，可以吗？没想到你会带我来这里。想说带你来运动一下啊，转弯了，可以吗？行了，来啊，身体要往这边倾了。你要确定了。不想要只能躲在雨土里，爱给的选择不是唯一。你有没有怎样啊？就让我们在一起。是不是啊？不行啦。再试试。I wanna be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。有。有。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。有好点了吗？ I wanna be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。今天那边很棒，对不对？现在在一起去好不好？怎么睡着了？微糖去冰，谢谢。好，我要一个草莓欧蕾冰的，还有一个热拿铁，糖浆多一点。好，没问题。谢谢。你怎么点2杯饮料？你不是不喝咖啡？
是谁说我们两个之间不能有秘密的？喝咖啡不是守护你。咖啡是点给我男朋友的。你男朋友？你怎么没先跟我讲？他不是那个上次一直让你不开心的那个人，你们居然认真交往？不是，之前那个让我不开心的烂人，是一个解救我的暖男。啊，你看，他来了。嗨，阿健说要正式介绍另一半给我认识啊，你怎么没在这？瞎蛋是怎样？正式介绍一下，这是阿健。你好，我是阿健，下次再看我们演唱会哦。白痴！爱去看表演不约我。就路过去看一下而已。是谁说我们两个之间要没有秘密的？你白痴哎！谢谢。你要喝什么？红茶微凉出冰啊。这是你们两个的饮料。快！虚气才不会叫你过来。答应你那么久啊！在睡是不是啊？死了！家都被拆了，你还在回城啊？不然在一场嘛。这么烂，是一样的。哎，肚子还蛮饿的。啊？你看吃那么多菜还不够？蛮像我们家小王会做的事啊。什么你们家？哎，反应不用那么夸张吧？我跟他可是比认识你们两个还要久哎。对啊，我们是 girlfriend 哎。girlfriend 又怎么样？亏我刚才特地帮你做一道菜。哦。你在干嘛？学你们的啦。徐启章，干嘛？你有听过一个传说？什么传说？你现在双手抱胸，看可不可以看到你的后脚？双手抱胸，看后脚，起飞喽！你很无聊哎。这什么意思？哦，说他这样看起来很可爱。这是我们高中生的梗。你不懂啊？哎，我真的很饿。那我们去买东西吃吧。走吧。不错啊，怎样？感觉你们越来越好啊。什么时候告白啊？没那么快啊，哪像你。快一点才好啊！